星級論證。喂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港股啊，即係都幾犀利啊，又衝翻上27,000點嘅水平啦。OK，咁啊，但係現階段你走去追貨嘅話咧，都幾咁尷尬啊，因為有啲股票都衝到上52周新高，甚至乎破頂歷史新高啦，所以追落去又有少少難嘅。調翻轉啊，有冇啲咩股票其實基本因素唔得，趁佢彈上嚟沽一沽佢咧？繼續比亞迪啦，係啦，1211啦。其實上個星期都係講呢隻噶啦，咁亦都見到呢個星期咧。其實完全都彈唔起噶啦，即係你話去到100蚊110幾嘅位置，已經即刻俾人沽翻落嚟啦。咁所以即係基本層面上面嘅，之前都講過噶啦，即係出咗業績之後啦，咁啊炸咗落去啦，咁啊穿咗100蚊一個大位嘅，咁啊但係喺低位叫做有啲承接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以近排車嘅一啲嘅基本面嘅走勢啊、數字啊，咁都睇唔到比亞迪可以惡得咩出樣嘅。OK，咁所以咧。趁個市彈高嘅時候啊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 put 一 put 隻比亞迪啦。咁啊繼續用星展嗰隻靚產品嘅編號2122啦，呢隻比亞迪嘅 put 啦，咁就講緊74個8毫3嘅行使價，實際槓桿8倍，出年3月到期係啦，夠長身坐得到，仲要俾到8倍實際槓桿，咁啊非常之好用嘅。咁啊操作界方面，咁我諗就用住102呢個位置啦，係啦，趁佢彈高做一個開淡倉嘅選擇啦，咁啊目標都係繼續睇90蚊，咁如果升穿105咧就做個止蝕。